大家注意看，再把鸡蛋放酒里摘一下，然后再给它裹上一层盐。接下来用保鲜膜把它裹起来。在桌沿腌出的鸡蛋，哥哥出啥油留油。这是老传统的无水腌鸡蛋做法，非常的简单。接下来看我咋整腌的。当清水把鸡蛋洗一下，在买来的鸡蛋上面用鸡丝拿钢丝球把它多洗一下。就像桌沿有裂纹的鸡蛋，再把它挑出来，腌出来又不好吃又不纯油。再把它放到这晾干水分。接下来只需要准备2样东西：高度白酒和盐。把盐倒到碗里面。这个碗里来的高度白酒起到杀菌的作用。这里鸡蛋也晾干了，开始腌。先把鸡蛋给酒里摘一下，然后再给它裹上一层盐，就像桌沿就中了。最后裹上保鲜膜，把它拆起来，让它排白气。这都裹好了啊！要想给它吹撒溜油，太阳底晒上2小时。晒好了，找个无油无水的罐子把它装起来。再把它拧紧，等上1个月就可以吃了啊！如果说有太阳了，再拿出来多晒晒，对吹油更多。